OK， 我諗唔到任何開場白，我哋自己開始啦。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尼古丁。最近呢，有好多人 send message 俾我，話呢想學魔法。講到呢度呢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？我除咗識拍片之外，其實我仲識魔法。作為一個67級嘅全屬性大魔法師，我覺得呢，我有義務呢，將呢啲魔法知識呢普及天下。好，但係呢，當中呢又有一啲魔法呢，你係好難學嘅，所以呢，今日我淨係會教大家一個最基礎嘅魔法，就係 Fireball 火球。OK， 咁我哋自己開始。使用 Fireball 主要有以下嘅步驟：首先，伸出你嘅右手，然後豎起呢隻食指，用心去感受大自然裡面嘅火元素。跟住，將你嘅食指順時針旋轉2圈，跟住你就會感受到嗰啲火元素聚焦喺你嘅手指度。然後將你隻手往後拉。跟住最重要一步就係大嗌 Fireball， 嗌得越大聲呢，個威力就越大，就好似而家咁 Fireball。好，就係咁。